伊瓦萨去加达罗，罗马尼发音式台湾语典。袂，你要去毋？袂，我要去。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去庄园，要去庄园创啥物？要去庄园拍租。拍租，地主去甲白田种做诶田地收取田租。明仔载你要来毋？我毋来。你若毋来？明仔载阮厝要请人客，无闲，我才毋来。你要入去内底也毋？袂，我要入去内底。你要入去内底创啥货？我要入去内底看看。你要出来外口也毋？我无爱出来外口。安怎样无爱出来？外口真寒，我才无爱出来。你要互我，是毋？毋是要互你，是要招你。你要买啥物货？我要买白糖。你要买偌济？我要买5-6斤。你当时要转去？拍算后日要转去。搁几工你要转来？搁8-9工我要转来。你要伫啥货？我要伫一粒柑仔。这要互啥物人？要互你。我要迄个，即个我毋。伊要出来，我要入去；伊要入来，我毋开门。我要甲伊讲，伊拢毋听我讲。我要甲你讲，你要听毋？我无买，是因为伊伤歹，我毋买。你要去看厝毋？楼顶楼骹拢要看。你要去厝毋？当时要去几间？我要为门入去，伊要为楼顶落来。我要甲伊去看，伊毋甲我去看。钱你要互伊毋？我要互伊，伊毋伫。伊拍算伫毋伫拢毋好。厝我拍算外口迄间要卖你，你卖毋？恁翁出去啦是毋？看无风才要驶船。我要买偌大个，你知毋？内底要较长，外口要较窄是毋？